请。众位师兄，财神我绝不辜负众位所托，一定把这番命事带到京都，将立即在江南称霸之日上告上禀。好，有劳了。顾生，请就报大公，请。请告辞。二位有疾，二位崔相公最好包容了，最好，请。相公，你回来了。亲娘，你久等了。亲娘，你的孤身信了酒店里的众位书生，也把我请你辞了。你呀，亲娘。
我真是同命相连。我们应该同命相爱。蔡相公，你真待我太好了。去娘此生真幸运，茫茫生死得与君。梦想公令我年少人风尘，梦想公送我生出无意中，梦想公叫我玉丝何要话，梦想公使我欢乐笑容。才真此生真幸运，百鸟之中结金哎，去娘，看看年华冒尘中，哎，去娘，天真的少许用，哎，去娘，越思越话越灵性。哎，去娘，一时清水出去年，从今以后，我们就在这秋风行中欢度一生。来，去年，让我们无敬一杯。多谢蔡相公。哎，这么晚叫我蔡相公，应该叫我蔡兄，哎，应该叫我蔡郎。蔡郎啊，蔡郎，请请。去娘，我有一事要与你商议。何事？去娘，明日一早我就要去京都送那万民书。这，去娘，你知道了。去娘，你不高兴了？啊，不，明日你安心前去，去娘我还要为你送迎呢。好，去娘，你真是深知我心，深得我心。
秋娘心中实是不愿与你离别。这是什么？你不是上山，男儿应列之于天下，国事为重，私事为轻啊！好一个国事为重，私事为轻！秋娘，你讲得好啊！哎，是你教得好啊！蔡郎，但愿你此去京都，一路平安。但愿我此去京都，高到立即，为民自黑。归来之日，相聚更欢。秋娘，你要等着我归来。我等你归来。九五苏州、上州、杭州、湖州、莫州，湖州守将已与我约定，到时杀死国州，此事举你为王。子良，你办得好。这日尚有一日禀告九五，讲。听说有一群白衣书生为谁的冥婚催征，联名上书，要上告九五反叛朝廷。快进屋查！九五放心，有生儿在，明天你完过你的大事。好，一切都交接立判，功臣之事，适当封你为开国元勋。谢九五。九保大公，蔡相公，请坐，请坐。秋娘，请坐。哎，请。蔡郎，去娘向你敬酒，为你牵引。多谢秋娘。哎。一杯在手，一饮而尽，一路顺风，一定成功。
日你原因进度，去年生日新作诗歌一首为你送言。哦，劝君莫写金缕衣，劝君写去少年时。这是你写的最好的一首诗，也是你最喜欢的一首诗。花开看着是虚着，莫待腐花空着自无。好一首送别诗，哎，竟在诗外一离身上。两心相知，酒吧大哥，快去毕业来！来这，去娘，我也要作诗一首，得你真情，谢你送迎。啊，真是骗。真是骗，生死再难写真文。你的诗写得好，就在于一个真字。生死再受见真心，读你的诗就可见你的真心。生死再喜反真人，我就最喜欢你实言相告，好过因为生死再过得真心。但愿你我情真意切，天上地去。写真文，见真心，分真言，得真情意。这是我采真真心真意真情的表白，以示尊上。好啊！你们吟诗写诗，以诗往事，是天是地，是到什么日？蔡相公，蔡相公，时光不早了，要上路了。去年，蔡相公，去年。万万紫金。
九五大人，国州官员为祝你大寿送来贺礼。好，赵丹进士记下名册。是。九五今日大寿，自量也有一份薄礼望九五笑纳。哦，九五请看。哦，龙袍。子良，你好大胆！这龙袍岂是我能穿的？九五功高权高，威望高，穿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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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九五，那书生崔真已被我禁止。那万民书呢？哦，在这儿。好，子良，你有礼一功。建国王万岁，万岁万万岁！子良，平身，平身，平身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子良，今日清晨可不能少了金陵歌舞赏妾。那歌女杜秋娘，舞女陈媚娘。是。生儿已派人去了。杜秋娘，杜秋娘，啊，杜秋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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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哪里？开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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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开门！哎，杜秋娘，开门，开门！你们什么事？你就是杜秋娘。杜秋娘，今日是节度使李老将军寿诞之际，请你去寿堂唱曲。去年你落花玉枝，宋良家人不再唱曲。什么宋良家人不再唱曲？叫你去唱就去唱。你们走走走，是几位走？哪里去走？实在是好。陈媚娘跳得好，杜秋娘唱得更好，因公因儿稳转动听。今年几岁啦？18岁。18岁，好，你今年18岁，老夫我66岁，真
双龙同飞，好极了，好极了！秋娘、媚娘，从今日起就留在府中，一歌一舞，陪老夫共享富贵，同度荣华。来来来，是。好，请。杜秋娘，去年不愿留下。什么？不愿留下？难道我堂堂将军府还不是小小的秋风行？去年年纪小啊，老夫临出自身。去年一落花玉子送娘家身，嫁居何人？书生蔡真。就是蔡真。真是蔡真。蔡真乃白衣书生，你嫁他做甚？此人与我有恩，此人对我有情，我已与他定下婚约。无知少女不识时务，此生一成不孽，宁困就要处死，还想嫁他？不可能！来人，今夜将蔡真押来此地听审。杜秋娘用力何当被听。你就是蔡真？我真是蔡真。哼！你的胆子倒不小啊！尽管上京告我！哼！李靖，你莫以为岁月冰原苦往返，你莫以为身为王亲可杂啦。你在江南十数岁，江南百姓受尽难，你受过了子高多少万，你造成了千家万户的山，你表面上将皇帝贤美有贤德，你背地里将不到我想没法。住口！我水下用兵数十万，要想谋反又不难。皇帝上气不能来，你一次算账是空的。好，你既获得不内吧，我就送你上回门关。来呀，将这皇生拉下去，封他的口，断他的手，看他用什么来写，用什么来骂。去马！蔡郎，去娘，蔡郎，去娘，去娘，去娘，蔡郎，这你们不能杀他，你放了他，请老将军开一线之恩，嫂子受生一死。好，既是秋娘就近嘛，我可放他。去娘，快谢过老将军。谢老将军。放他出去，你要留下。我要留下。秋娘，老夫是为你着想啊！这广生即使鸟他不死，也必穷也潦倒。你怎能嫁他？在我府中可以享不尽的荣华。不，我
你一应可定他生死，留还是走？怎么样？来人！去娘，老将军已经下令，你若不允，财神必死。老将军，去娘答应留下，你快放那财神走吧。传话下去，将这广生所出禁令，命他远追他乡，不准回来。是。拆了，拆了，拆了！哼！哎呀，九五大事不好！媚娘，你扶秋娘下去。是。去娘，走吧。哎，走吧。子良，何日惊慌？这吴贼守将有人背叛，有人告密。如今皇上已派内将王龙蔡为招讨大将军，带领各路人马向江南杀来。啊！九五，国贼守将神西国际对抗富力，以我看倒不是怎么样，倒不是亲在求行，保全身家性命，否则只怕谢军覆没。子口，你身为带兵主将，怎能先无对峙，索取应准？就只怕去破釜沉舟，决一死罪，不得见身修来见我。哼！这就怪不得子亮了。来，将李记绑了。啊！你子亮，你疯了！李记，你已纵贯千里，我绝不能把你寻找。禀王公公，张子良求见。带上来，带上来。那将张子良见过招讨使王公公，我已兵临人下，我已将李记拿下。哦，方能将功赎罪。张将军，弃我对名何在之有？反国于公，皇上是为封赏。多谢王公公。来呀！有。明日将李记押家进京，金银财宝全部没收，府中姬妾孤女都送进王宫。是。
句西去，少年时，花开开着，只须着，莫待无花空折劝君莫惜金玉，劝君惜君少年时，花开开着，只须着，莫待无花空折杜曲娘，你为何不追？公公，这酒店之中有曲娘亲友，灵隐之前，我想有几话托付交代。好，杜曲娘，立即没法于在季节都不予再酒。此番进京入宫，我看你玉貌之后体态风流，说不定王位不得皇帝喜爱，到时候可别忘了我王公公的好处哦。什么公公意愿，我就去找举报大哥托话的。好，不要误了杜奎开船，你就在此时，杜奎开船，你就送秋娘上船。是。举报大哥，举报大哥，来这！举报大哥，蔡相公夫人来过。哎呀，蔡相公他没有来过。这，秋娘，请坐，请坐。举报大哥，举报大哥。怎能拜托你了？去娘今日去京都。别人说，一说情事交大哥，请你在其他之事上讨。
到京都随风领赏呢？呸！你反水为云，覆水为雨，无耻之徒张之良，我要告你！哼！啊！这。陈相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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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陈相公。皇上，这就是江乱里期最赏识的两国名妓，吴的名唤沈媚娘，郭的名唤杜秋娘。杜秋娘。凤爷，新娘怎么了？又发病了？是呀，方才新娘还有10月小，正我们在谈天宝年间的宫中旧事，谁知他读了这卷诗稿，突然之间嚎啕大哭，旧病又发了。哦，上阳白发人，上阳白发人，这是把巨蟹的新岳父，上阳白发人，上阳人，红颜已老，白发谁来一见是谁公们一比上阳多少
喜娘，喜娘，你不要悲伤。来，喜娘。红叶，你快扶他到太医院去。我不要去，喜娘，我不要去。一片红叶，这上面还有题诗一首。你在深宫里，年年不见餐。红叶，你在寻找什么？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拿去。红叶，不，红叶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告诉别人。我知道你的心思，我也和你一样的心思。秋娘，红叶，我真想让这片红叶飘到民间。即使它能飘到民间，你又知道它能飘到谁的手里？我不知道它能飘到哪里，谁飘到哪里？对，你望这片红叶能寄予有心人。红叶，我陪你一起去。走。秋娘，你也得了一首诗。劝君莫写金缕衣，劝君写去少年时。花开宽折十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。既然我的才郎
多谢老伯救命之恩。老伯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蔡相公，有话尽管说。我求你把船开往金陵，我要回去。哎呀，你在那儿遭人也爱，怎能回去？啊，不，我要回去，我一定要回去。好。九宝大哥，九宝大哥，啊，崔相公，你，九宝大哥，相公，崔相公，你，哎，一言难尽。我被一渔家老翁相救，才得生还。秋娘她，哎，秋娘被逼上弱，只留下逼上的事。秋娘，她连死都没有地完。崔相公，他叫我转交给你。哦，此生虽离将军府，此生与进京做公务，此心永将崔正义，此生永与明妃夫。九宝大哥，我要奔京都仓公陵寻找秋娘。崔相公，你一路上要保重。好。呀，话得真像。想吗？想。秋娘，你真有才华。只见过一次，就画得这么像。媚娘，你说像谁呀？你画的皇上太像了。皇上？啊，不，我画的不是皇上啊，是我的蔡郎。不是皇上，是蔡正。难道他们长得如此相像？媚娘，那是在李继府内，你不是还帮我救过蔡郎吗？那是情况危急，
我根本就没有看清你那才郎。可前番在凤楼为皇上鼓舞，我可看清了。当今皇上年轻英俊，你反倒没有看清啊！我身虽在凤楼长久，心里却在苦苦思念我那才郎啊。去年一日王宫有4个月，你也无苦呢啊！王公公吩咐嫌犯在凤楼鼓舞，龙兴大喜，定让我们再现新意。改日再说吧。媚娘，你去歇歇，让我去一去。哎，天也不早了，你也不要胡思乱想，早些歇歇吧。菜郎，你在哪里？
皇上面貌神态心惊惊，女才郎金香乱身亲兄弟。只见他相对而宽莫不已，分明画家表情意。他是怕画皇帝有顾忌，所以是故意画上书生意。杜秋娘，你画得好这画家善用诗意扎龙天，我看出你一片巧思多情爱意，你画出了我鹦鹉志气透美玉，你画出了我帝王风度诗无比。真是那貌似真是称奇迹，真是那好情好你有余味。后宫中哪个画师能接你？后宫中哪个宫妓能相比？去年，既然皇上见爱，不生也罢。杜秋娘，你能不能画有才有貌，国王喜欢？封你后宫为妃。杜秋娘，万不夸谢国王恩。去年夸谢过皇上恩风。蒙皇上恩宠见爱，是去年这言相告，我画的不是皇上啊！去年你画的不是国王。嗨，皇上。相望情一面，终于才华高似天，也难描笔画龙颜。那你说话何人？人才真，我与他今宵有两
崔真啊，老夫许你举荐，待你设功，你要小心谨慎呐。是。听说当今皇上是一代明君，年轻有为。哦，崔真，你与当今皇上长得十分相似。哦，世上竟有这等巧事。哎，设公见王，你切不可书生气实说，冒犯君王。多谢杜老丞相关怀，崔真知道。走吧。皇上，这个江南书生崔真真是有国有名，曾以反印书常告礼仪谋反，原是有功之臣。江南书生联名举报。崔真，杜老丞相追本，使你为首上告礼记，有功朝廷，理应奉上。谢皇上。你讲，杜秋娘怎样？杜秋娘，她与崔真情一生，二人早定生死门。君皇上还我秋娘死于生，是崔真送到秋夜再成婚，再成婚啊！原来是此，难怪秋娘能得君，只因心中有崔真。对，君王应与人人美。初识美女心难平。崔真，你是哪里人士？江南金陵，祖居无此，老家上岸，伤亲苦在，父母双亡。今年几岁？28岁。何日出生？8月中秋。崔真，你转身过去。啊！果然左儿无子。翁子。皇上，让崔真出宫奴婢于我。崔真有功，理应奉上。国王是为圣贤于你，你先下殿去吧。谢皇上。杜老丞相举荐于公，此后定有送上。谢皇上。
皇上，这蔡真与你长得十分相像，他不是平常之人。哎，世上之人同貌异度，不作为贵。皇上，只怕他就是当年与你同时出生的东宫王子。东宫王子，当年你母是西宫娘娘，为得王位，是王儿命我将东宫王子。那东宫王子不是早就得病身亡？宫中之事尚欲度病，宫中之人神心莫测。那东宫王子有红子为妻，10位身亡，60名间，不可不罚。以你之见哩？死去之人用力而还，这实是愚错，岂非缺杀无辜？宁可处杀，也不能留下后患。再说，这蔡真本是杜秋娘心爱之人，死去蔡真可是杜秋娘死心，接受皇上爱惜。这东宫王子就万荣的，只怕要闹翻朝廷，老人性命不保，皇上王位难保啊！黄红彩繁华是前世真，一句句一声声实字无心。有你的色彩真，为君不仁，啥是真功不深，王位不宁。我怎能错杀无辜？太残我怎能将往事传闻传到好，此事就交由你办。将蔡真处死。谁？你要不露声色，更不可透露风声。快去快快！是。嗨，疯母子，谁要你向皇上写什么上？滚！王公公，蔡真求见皇上。转，皇上召见。是。王公公传王你召我再见，想来是好君王亲自恩典，方去娘插宫门与我见面，好金玉能容范，请您将蔡真留步，待我引杜秋娘前来与你见面。多谢王公公。你就是那个蔡真？
我真是猜真，长得和皇上真是一个模样。左耳边一颗红痣，果然是当年东宫太子流落民间，今日中箭。你是何人？你在讲什么？我就是你们东宫娘娘身边的宫女。当年东宫娘娘被害，就是求我把你抱出来，丢到宫门之外。哦，怪不得我父母伤亡，生死不明。恰原来还有这段隐情。当年你流落街头，受尽苦难，如今你又大祸临身了。此话怎讲？王公公已向皇上挑明，说你就是当年东宫王子，所以他们在找你进宫，要加害于你呀。这便是何是好？这里不能拘留。哦，你快把衣冠脱下，进屋。不，快脱下，快脱！快走，红公少公子，不要过路，快走！你快走，不要过路，快走！走！他不是崔真，夸贼子。绝不能让崔真留在人世。这位客官，请坐，喝什么酒？我要内房雅素。好，请进。啊，崔相公，原来是你。嘘，轻一点。你进宫了没有？见到曲娘了吗？唉，十来瓦上一言难尽。你过来。举报！哦，王公公，你去讲来，这崔真是怎么死的？禀王公公，那这崔相公从京人归来，到小店逛饮，家居较柔，不发一言，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。哦，后来呢？谁知当晚就大口吐血而死。莫非你这酒中有毒啊？哎呀，王公公啊！你不要冤枉好人，小人开这酒店已有多年，那酒都经官府验过。崔真儿子死无了理。唉，崔相公身边没有一个亲人，后日有他身结好友，无小人料理。哦，你也出于料理后日？崔相公不幸在小店饮酒身亡，小人极为怀念，也是内疚，故而小人创家料理后日。可有什么遗言遗法？唉，道病而死，来不及留娃。至于遗法，我也翻腾了半天，谁知他一病日息，只留下一堆古书，还有这包东西。哦，唉，别看他精衣包裹，里面却只是一缕头发，一张纸头。
这无用之物你拿去吧。听说还是杜秋娘留给他的，你把他带到宫里，交给杜秋娘，那才相公在天之灵，还会关接你呢。皇上，小人已查明，蔡真已在江南疾病身亡，请困这是他留下的遗物，杜秋娘审他的私告和侵犯。蔡真即使率领下去，再封司马，记功列碑，新闻何长？是。蔡郎，你在哪里？皇上驾到。皇上，你杜秋娘，国王已将蔡真之事查明啊。蔡真他怎么样了？那蔡真联名上书，告发李基，事故公人，故意封杀。啊，皇上英明。杜秋娘，这私告和侵犯，可是你曾与蔡真之吻？正是。唉，可惜他怎么样了？王蔡，你将蔡真之事经过情况告知杜秋娘。是。杜秋娘，那蔡真已在江南疾病身亡。
人间事难发生，你人事悲痛莫伤心，财神与公意相邻，再逢司马吕妹龙王上分中间，迎人真是隆恩。花开看着十须针，在牡丹无花空折枝。从今你安心就公，故事话现在能，现在能。豺狼既是不为乡，真从亡命吕公门。母亲娘，从此后你就留在宫中，这事我与一时相救。你讲。我与财神心意深，要为他守孝3年为王令。守孝3年，守孝3年。他进宫来，你却妙音同无心，一幅画用千无尽，苦恼他一往情深太故人，一片冷漠待新君，苦尽他。情也真，心热看着光抗争，自古人心难相将，人心万绪深心定。年里一片深情，就深染于你。守孝3年，谢皇上。全军我心。
皇上驾到。参见皇上。免。启禀皇上，杜老丞相和朱日义不拘役，呈上奏本。哦，是为民请命，请国王在丰收之年减赋税放宫女。皇上，清丰年减赋税放宫女，这太好了。曲娘，你赞成？皇上，皇上是公出心为，完成他一上预备，名为谢莫忘为莫忘。清宫之年减赋税减赋税。国王即刻下令为民减税。谢皇上。皇上治国有其才，上我迎来功德碑，在此里出要祝你丰功伟绩，算完的。有功有德，理当立碑，此事就交于你办。正令旨。皇上，白居大人写的金钟印新乐府，去年独自有过，爱不释手。媚娘，后院宫女多到了，写得真好。是啊。皇上。再恳求皇上施恩高后宫女态度可贵，少见上梁八雷，天下千家总须为。自从国王登龙位，真和明龙观四海，要有开国真公子，力挽当年天宝山，国将民富公自在，天下百姓笑颜开。好，白居易上书，国王也正本，后宫佳丽可三周几夜。杜秋娘，你看是何？放贵宫女真是得正，后院一定中口几战，皇上英明。那好，杜秋娘，此事就交于你办，即刻扫册上任。去娘领旨。秋娘还来
会相送来。红叶，去吧。求娘保重。去吧。蔡相公，蔡相公，唉，蔡相公，唉，蔡相公，你不要再等了，杜秋娘肯定不在放归之列，你还是快走吧。前几年白居做事黑买卖，既向我吞我金丹，想约今王要人先，结果被贬中州。如今这黄玉又发什么狂言，扫骂我奸淫佛国，岂有此理！皇上，这些文人只知写诗檄文，他们懂什么国事朝政，更不知体恤皇上。只有皇上千秋万岁，大唐江山才能反顾上去。皇上，这批金丹是方士与和尚一起共同冶炼，与以往金丹不能相比。哦。唉，皇上服下以后，定能延年益寿，永远康健，万寿无疆。好，将这金丹交与杜秋娘，见人唐雅寺。皇上，少中军人多有女人，使皇上是否金丹以后，体力大不自见。哼！当初要我奉献金丹，也是你王才之长，如今又差而反而，使我献丹是向皇上献媚，是何用意？只怕其中有诈。王爱卿，你也反对姑服用金丹？老奴不管。哼！你身为内宫为官，却掌握着军政大权，上对天子，下压君臣，什么是不管为？哼！
你是立即就将叛逆之政对皇上实施奉承献媚，必定心怀不轨。你怕我忠信皇上，公告于你，故此颠倒忠谏。你好了好了，不要吵了，下殿去吧。老臣告退。唉，哼哼。媚娘，你劳累了一天，歇歇去吧。是。皇上，张之良为人阴险，不可不防，这金丹你还没有捞到过官。王爱卿，你年事已高，内里公务违章并权，过于操劳。朕玩不劳，愿为皇上操劳。你不肯服劳，精神苦家，只是凡事还需量力而行。皇上，都爹娘有见。son。参见皇上。去年，王爱卿，今日在你是。哼，皇上，事有不赦。对痛，朝廷之事搞得我晕头转向。去年，你来得正好。金丹煎好了没有？皇上，金丹遇害，不宜多放。哎呀呀呀，又了一个劝谏的。今天不提金丹，那就对，为我画像。画像。乃是画具是何是？请。去年你怎么不画？皇上，去年与我相见。有什么话尽管讲来。皇上。皇上是英才永丰心大堂，四国有方真少刚。对呀，就望我英才永丰好貌相，就望我四国有方一起呀。情是去年十一遇见，这几年一代明智气薄，立功被人昏昏着，金丹吞下肉气上，你离实不是当年人，实际小算实苦啊！你这真不是当年命，名声光景不知想。大胆！
你奉明伯家就该为顾画像，再叫你来巡测顾王下去。是。杜秋娘回来。哇！你奉明伯家就该为顾画像，再叫你来巡测顾王下去。是。杜秋娘回来。哇！相声妃娘娘请安。王公公，进宫何事？我看皇上今日上召杜秋娘进宫，十分宠爱呀。皇上对秋娘原本喜爱，只是秋娘心境古怪，时常得罪皇上，故而不得封赏。今日张之良为正宠，优先进丹，皇上让杜秋娘亲手接连。我也得请高山能人练出这特别金丹供养衣裳。哦，牛伯亲手接连献于皇上，定使皇上龙心大喜。
指望你后宫爱心伴君王，才知你不夜愁来偏夜讲，不在古花功夫，不从亡命上违抗，去娘啊！孤王心情，你苦自想我爱你自辛苦。叫我讲，心中有意难言长。故而观察眼角都冲张，长晚上太傲光。见皇上清醒节节心有急，见皇上迷恋金丹相阻挡。这是我痴心枉为皇上想。珍妃娘娘到，见皇上。珍妃娘娘，珍妃，你来何事？皇上今日千家，喜福金丹，顾媚娘也请高山能人，连人特别金丹，接人堂呀，奉献皇上。金丹气质上升不老的灵丹妙也，不佛也罢。金丹与公，金丹与海，与公。好了好了，不要吵了。媚娘，你一片好心，唐爷既已见好，待顾佛下。
去娘，你谁为皇上画像？哎呀呀呀！去娘真是多才多艺，妙笔生花，难怪皇上如此宠爱。媚娘望人莫及。沈妃娘娘，你伺候皇上安寝吧，去娘告辞。哎，相话没话好。沈媚娘，国王汤药一饮，你先回宫去吧。是。去娘，这次可不要把皇上画成财神了。皇上，初课已经画好，待明日再细描涂彩。大姑快来！哎呀呀呀呀！去娘，你画得好，画得佳，不愧是宫中名士与巧匠。这幅画像不平常，这幅画像用真当，我要有当明王上升殿中锦衣裳。去娘，皇上，你怎么了？哎呦，皇上，霎时间我腹中等苦，就好似完美利剑，死心穿肺。哎呦，皇上怎么会蒙上剑疾病手心呢？皇上，怎么样？皇上，快来人啊！皇上进内宫里语说来迟了。皇上！慢！杜菊娘，你可自在？拿下！是。你家的金丹汤药哪种有毒？他这殿下，张之良大道。张之良，你写的好金丹，皇上已经中毒。殿下，这金丹我已进献多年，真为有毒，分明有人陷害于我。皇上已经中毒，铁证如山。王才，你血口喷神！殿下冤枉！殿下，案件已清，应速将子弹之人、仙丹之人、奸丹之人一并押入天牢。你压下！殿下，冤枉！请殿下再准杜秋娘查清案情。顺杜秋娘，杜秋娘。杜秋娘，皇上金丹中毒，你可知情？他知殿下，
皇上竟胆中途一案，去娘与下令上禀，将皇上疏忽进胆，不是张之良所写。杜秋娘，你尽管为张之良辩护。杜秋娘，你事实禀告。是。殿下，去娘素来反对皇上服用金丹，故而张之良所献金丹还未人见，现身在去娘书房，望殿下明察。来人，速去杜秋娘书房拿去金丹。是。杜秋娘，你一怕无言，皇上众多发兵，只有你一人在旁。殿下，皇上疏忽金丹汤药，乃是别人所写。何人所写？这金丹汤药是沈妃娘娘献给皇上的。沈媚娘，待皇上身体康复，时能杀气。皇上驾崩。沈妃娘娘，沈妃娘娘，皇上驾崩，怎么回事的？听说是服了金丹汤药。王公公他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沈妃娘娘，哎呀，快来人啊，快来人啊！殿下休要伤心，快准备是。是。殿下，沈媚娘已为谁而死？啊，媚娘她怎会为谁而死？殿下，沈媚娘已为谁而死，案件已清，但这杜秋娘也有动瞒之言。金丹在此，杜秋娘并非真凶，望殿下免罪。杜秋娘死在苦面，活在难杀，将她说出宫去吧。殿下，这杜秋娘是皇上宠姬，又深知宫内之事，这怕杜秋娘不能在任何宫女官。殿下念她能死为娃，才逆朝军，就让她去当小王子的父母，教小王子读书育娃，不使小王子生活起居。好吧，快退下。谢殿下。蔡郎，去娘在此想你。金杯金酒来
蔡相公，你还是没有等到杜秋娘，我们回去吧。才知你一日功名生死海，一生艰难永不完。更盼我一道亡命天下传，一入新闻做隐瞒，只落得一首诗篇三语断。你说情事里外乱，我一生潦倒谁来转？你一生坎坷命多舛，可叹这生死真问真难写，这生死真情不心酸，这生死真也无天是真情难断。
杜秋娘听旨。杜秋娘身为张王父母，教导无方，说出宫门放归金陵。孔内公争权得位，江南水仙啊，桥头儿子多年了，回江南家园山水依然景依然，回江南去时少年老大归，几时喜欢更心酸。红叶，是你？是我，秋娘。当年你与我同漂红叶，又送我出宫，一片深情。如今知道你回乡，得来接你。王儿，你就和我住在一起吧。红叶，秋娘，红叶，好妹妹。红叶，你快带我到菜郎坟头一起。你随我来。
亲生啊！秋娘，快跟我回酒店去吧。酒店，对，还有我上面点完的2句诗。不，4句诗完完整整。不，当年我只点了2句。秋娘，快跟我回去吧，快跟我回去吧。走。这明明是蔡郎的笔迹。是的，秋娘，是他的笔迹。蔡相公他没有死啊！啊？什么？蔡郎他没有死？你在骗我，蔡郎，你在哪里？你在哪里呀？姑娘，不要悲伤，蔡相公就在里面等你呀。啊！我是蔡真啊！秋娘，
从此日房子宫廷都肮脏，从此日不得君王称神王。万事能够尽来说，胜利是来问谢堂，今日里或问去娘，为故里我悲欢交加心慌。直到此生永相别，情能从在故乡。这生死真心永相依，这生死真情永难忘。求娘知我知求娘，今日求情郎一生真是偏，一生情长。我怕他把衣裳面貌一样，旧人相待老来纵横，一家的房子要传扬给去为着后样，我也要来到小队为去娘，为去娘，为去娘。秋寂寞心，尽了意，秋尽息起少年事。花开看着这西着，莫待浮华空着自在浪里。去。